对。哥可以采访你吗？来个，你这样一串怎么卖？一串30，这么一大把30，这样一串就30了，2串50。那你方便说这样赚多少吗？净赚啊？净赚。现在，但然后有时候有一天没有一天。那你会给自己的期望是一天要卖多少？就是赚1000多块就好。那大概卖多少？一包吗？就是它是算1斤的，1斤，对，1斤大概会多少？我2斤差不多7，2斤半多70几块吧。所以你一天要卖这样？一天要卖这样？对，运气有时候卖不完就放冰箱冰了。所以你要一天要卖这样才有办法达到。对，生活费，对，基本生活费。对，基本生活费就是养爸爸妈妈，对，妈妈已经走了。OK 了。
所以政府让这些大老板习惯可以找他1万1000万，他比较你还拿云南的我要买了，那个你要不要去跟他买完？你要卖完吗？嗯，你要卖完？是吧？你是不是要卖完？卖玉兰花，一寸30两万。卖的这3万块哦，就是赞助他了。那如果我的粉丝跟志哥的粉丝哦，说真的，100、200、300、500，甚至1000、2000哦，可以多多哦赞助他了。还有那些大老板哦，希望哦，就是说可以把他上台了，1万、2万也好，帮他哦度过这个难关，让他房子很快修好。你看，都那么可怜了，所以卖玉兰花哦，给人家下。
个的粉丝啊，说真的，可以100、200啊，甚至有一个处理有钱的直接。到底这个包哈，是当初粉丝买99斤哦，就是马上没有卖的更那个哈，更惨。我觉得可以多多哦帮助他，他真的是这样。你看卖玉兰花卖几朵了？卖4、5朵，4、5朵了。对啊，好辛苦哦。卖4、5朵了，而且又冷。对呀，这边看能不能卖光光嘛？不要卖到几点？本钱都还没回来。对啊，本钱都还没完啊！我觉得希望大家真的啦，法拉利姐的粉丝，哈，志子哥的粉丝，希望可以多多哈，就是说帮忙他啦，赞助他啦，还有那些大老板啊，希望就是说找他直播上来1万、2万、3万啊，帮他赶快房子修上来，对啦，那个房客哦，就是还有那个房客就是有受帮忙。还没有那个家属还没有过去看，你看，现在遇到这种事情，说真的啦，因为志子哥我们说明的也是佛心来的，真的，他的佛心来的，他也真的人很好，所以他出了这种事，警察来，警察来，警察来啊！影像。那不是的哦，那不要紧啊。你又不是真正就是排地摊，对吧？那不要紧啊，卖花也不是。对啊，维会也没虾米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啊，对啦。你看，你看，他们这样子搞。真的还蛮辛苦的，而且下雨这样。他租给房客也是佛心来的，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人很好大好，所以说他出的这种事，说真的，你宁愿意哈，包了好几万块的那个名牌包，真的抓住，就放在人家哦，尽量能卖到3万块，就当10几个哦，这3万块哦，就是赞助他哦，4个还有那民众有看到，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做。就是自己100、200，一天2天的。还有那些大老板啊，甚至可以找他直播上台了，1万、2万、3万啊，也可以。希望大家哦多多帮忙他了。现在疫情当中哦不好卖嘛，最主要人家不敢开玻璃门啊。我刚刚人数抓起来了，快破千了啦！抓起来了，很多洗力工啊这样啦。赶快按分享，赶快
了。谁过马路？